警察带来关心，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，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的新北幕僚蔡壁如，互人逼消息讲，昨暗伫台北市市政府各公务群组转发消息，叫大家都要加入去台湾民众党，互人批评讲违反行政中立的原则。另外，还有这个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，嘛已经证实讲，已经接触到亲民党争取支持挑战2020年的总统大选。过科王革命敢会破局？郭文德在起时接受访问时，针对相关的议题，嘛有上新的回应。再讲嘛，这都是活期了，到时候再来调嘛。所以你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？现在好像离11月还有2个月，不急了。因为现在有那个名单说不分区是不是有留一男一女名额给郭？我哪么知道？没有，我们有问过，有请他提供名单了，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可以建议？因为现在有一份名单说前五名女生就是赖香伶学姐跟蔡壁如。赖香伶学姐、蔡壁如，对，那都可以考量的。不过这个都是到最后再去瞧嘛。所以一男一女这名单有可能是李静颖跟那个蔡清宇。对，这个他们应该是去选区域立委吧？怎么会跟这个有什么跟不分区有什么关系？那现在郭科王这个结盟还在吗？因为传出就是因为你只顾台湾民众党，所以郭王那边不爽。不会吧？没有这个什么的，这个都是有沟通都可以解决的。你现在传言王金平有可能替亲民党的战袍出征，先不论传言真假，如果他今天真的代表出征的话，你那一票会投给王金平？那所以这样嘛，等事情发生再来处理嘛。这个我想这个都还再去协调吧，没有那么快的。市长，我们看昨天韩市长直播的时候说，黑韩国瑜跟黑柯文哲账号可以一根卖到5300元。它是一个账号的价码。我们2个黑的价格应该不一样吧？你觉得谁比较高？比较高了。那你觉得谁比较高？应该黑他的比较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比较没有什么，应该我现在不选人最大，不是这样吗？上你怎么看？目前有传出说，好像壁如姐有在那个一些公务群组邀大家加入民众党。哪一个群组？不会吧？有其实有截图出来，是真的。不晓得。那他哪一个群组啊？他只有写什么计划会议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被马赛克掉。我不晓得这个，你看就问蔡壁如啊。但这样的事情，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有点在公家机关？对啊，他看哪一个群组嘛？如果是我们自己私下群组，那当然还有什么柯文俱乐部的群组，那另外一回事嘛。好像就是公务群组那我不晓得，看。